咪話咗今日之內就決定嘅，你哋成班人都唔聽人講嘢嘅，激死我啦！我哋當然要做話劇啦，講到文化就一定係話劇，我仲連劇本都準備好㗎啦。嗱，真嘅？睇過先吓？多基比龍外傳，角色紅色多基比龍，金鳥公介飾演；藍色多基比龍，周防美琴飾演。仲有黃色、黑色同粉紅色多基比龍。睇下先，這個由5人組成的戰隊負責保護地球的安全。藍色多基比龍心愛着紅色。呢個係作弊啊！嚇？唔係啩？呢個劇本係我啱啱搏晒老命咁諗出嚟嘅喎。好，嗰啲文化就準備開咖啡啦，你話係咪啊？係啊，我好想試下隻女嘅裙仔啊！咁不如就搞咖啡啦。漫畫劇好似好玩好多喎。會咖啡啊！嘈喧巴閉，文化祭呢啲小事根本就唔重要，我仲要溫書補考啊！係啊，你哋咁樣搞法根本都決定唔到㗎啦！冇人帶頭始終唔掂噃，睇嚟要揾花井出場啦。喂，花井，你頒獎嚟㗎，做啲嘢啦！班運竟然同波舞，我個班運啊！你睇下佢成條乾屍咁，點算啊？包喺我身上啦，我有方法。唉，算啦，咁就投票決定啦。到底要話劇定係開咖啡啊？投話劇嘅舉手啦。好，15票啊。咁啊，開咖啡嘅舉手啦。吓？又係15票，咁啊又係決定唔到。波波，我寫咗個劇本啊，你睇唔睇啊？唔睇啊！你睇下又會死嘅。人物有王子、波舞拳二飾演，公主、重本天夢飾演。波舞拳二投話劇3票。哇！一口氣收3票啊！雖然唔知點解佢可以投3票，咁係咪真係決定做話劇㗎啦？哇！你同佢講咗啲咩啊？點解佢咁激動嘅？呢件事仲未完嘅。如果係搞咖啡嘅話，我哋茶道社會全面咁協助嘅，當然連白雲都會叫埋嚟幫手啦。花姐，原來你喺度㗎！花井春樹投開咖啡5票。5票？因為咁㗎，形勢又再逆轉啦。但係點解可以投5票嘅？喂，你做咩投5票啊？你都好貪心喎！所以話你啲不良少年果然係白痴嚟嘅。班長本身就可以投5票，你話咩話？喂，冇啲咁嘅事啊！票數依然都係一樣，每人淨係准投1票咋。似乎冇人聽到喎。我有個提議啊，可唔可以講出嚟啊？高野同學，拜託你啦，我哋只能夠靠你咋。不如我哋用遊戲嚟決勝負啦。你以為靠玩遊戲就可以令我哋心服口服咩？我哋玩嘅係 survival game。救命啦！雖然唔知點解會變成咁，不過就咁決定啦。我都係寫錢的對唔到班長啦。喂 testing。Don't let your
つきやすいハートだからセンチメンタルくるくる僕らの世代が面白くするんだ傷つきやすい世代だけどセンチメンタル Our generation 多基比龍僕らの世代が未来を作るんだ傷つきやすいハートだからセンチメンタルくるくる僕らの世代が面白くするんだ傷つきやすい世代だけど